監察院在6月份有發布一份語言政策的調查報告，認定政府在戒嚴時期的國語政策已經侵害到語言人權，嘛造成咱本土語言的流失。有台語團體就指出，這是政府頭改承認，都要求政府要公開會實地，嘛要來成立語言平等委員會，檢討法規甲教育制度。過去佇學校若無講華語，就會互人處罰，這是真濟台灣人的經驗。針對語言政策檢討，監察院6月發布調查報告，認定戒嚴時期實施的國語政策侵害語言人權，嘛造成本土語言流失。有民團拜五開記者會，指出這是政府頭改承認過去國語政策致使本土語言受到侵害。伊嘛要求政府就要進一步公開會實例，推動語言政策改革。過去政府其實無針對這項代志去做回應，所以其實我感覺今仔日這擺這個報告上主要伊上重要的一個意義，就是講政府頭一擺承認過去這個政策是錯誤的。民團嘛提出訴求，包括來成立行政院層級的語言平等委員會，專門檢討法規甲教育制度，而且要停止獨尊華語的教育制度設計，才能保障學生學習母語的權利，嘛都修復過去語言政策造成語言無正義。而且民團認為，今嘛雖然有國家語言發展法，不過欠缺強制力，教育甲行政制度也是獨尊華語，語言平等並無正落實。同樣的，我們也懇求我們的政府真的是能夠有從國家真實的立法，以至於我們學習族語這件事情，不是那種很隨便的態度，而是有真實依法有據的。用一個國家語言一個政策，佫是一個無強制力的法律，就甲講咱即馬有咧處理其他的語言，這是唔對的。所以講，在這咧要求政府呢，即時就把這個華語政策、獨尊華語的政策來改掉。民團表示，語言平等唔但是保存文化，嘛是保障人民使用母語的基本權利。希望政府提出具體改革措施，修復過去語言政策造成的傷害，互各種國家語言攏會當自由使用、平等發展。記者郭正王志剛台北報道。